今仔透早，台中南屯区有民众伫中华区的空地放烟火，结果草埔啊着火，加在火哦真紧就拍花。也毋过伫今年过年，类似案件是袂少，警消嘛以社会法在侦办。那违反台中市的炮啊烟火管制的驻地条例哦，会防重罚。超扯！浪费国家资源。民众翕落来相对 Q 水线行入去草坡当中，伫咧强风之下拍火，火片有人放烟火引起火势。台中市南屯区一位中华区的空地，4号半暝0:12分左右发生火警，加在真紧就拍花。早起来到现场，发现草坡当中有一明显烧过的分裂，附近的居民就感觉真烦恼。一定会啊，系啊。安怎讲？你也火烧起来啦。今年元旦看年暝，台中西屯一位空地就曾经因为民众放烟火，互杂草烧起来，引起了公安疑虑。消防局统计，今年农历春节期间也有一件烟火造成的火警，无想到开工了又搁再发生。虽然无造成伤亡，但是空地附近有民体甲病院，警消拢会启动调查。本案引通知行为人至本分局说明事发经过，据调查，无正当理由于公共场所房屋近旁焚火而有危害安全之余，恐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。若违规事证属实，将依《爆竹烟火管理条例》第29条规定，处行为人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。警方表示，伫咧公共场所、厝的附近放火有危害安全的问题，恐惊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。消防局是强调，台中市炮啊烟火施放管制驻地条例规定，袂当伫咧0点到早起6点之间放升空的烟火，查证事实会开罚3万至15万块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